Hello，大家好！螢火蟲家庭復活節家庭連於你10天嘅體驗，你試咗未啊？今日已經嚟到第3天㗎喇喎。如果你未開始嘅話，由今日開始你就做10天啦。呢個復活節家庭連於你10天嘅體驗，目的呢就係讓你去到同神結連結，體驗呢一家人原來呢從上而嚟，得着力量同埋更新嗰種嘅美好。你一定可以體驗到，原來唔係咁難嘅啫，每一日花5分鐘就可以同一家人親近神，建立呢個好嘅屬靈習慣喎。我哋一齊努力啦！而家就讓我哋咧揾一個好舒適嘅座位，你可以親近神嘅，你可以好自由、好釋放、好放鬆咁去將你嘅心交託俾神，讓聖靈幫助我哋有佢嘅光照，以致我哋睇見，我哋聽到，我哋感受到神向我哋說嘅話。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第22章42節，我哋會讀3次。父啊，不要成就我嘅意思，只要成就你嘅意思。主耶穌佢喺客西馬尼園嘅禱告，佢咁講：父啊，不要成就我嘅意思，只要成就你嘅意思。最後一次，我哋一齊嚟慢慢讀啊！我哋好似主耶穌咁向父神禱告，預備起。父啊，不要成就我嘅意思，只要成就你嘅意思。剛才嘅禱文，主耶穌嘅禱文，有冇觸動你呢？讓我哋都學像主耶穌咁，為自己、為家庭去禱告。主啊，求你將我們所求於你嘅一切，轉化成合你心意嘅禱求，去除我哋一切嘅私欲同埋血氣，只願主嘅旨意成就。禱告奉主耶穌得聖名字祈求，阿門。喺剛才嘅靈修禱告，神同你講咗啲咩呢？神有冇閃過一個意念去提醒你呢？佢有冇用圖畫或者用一啲嘅片段你經歷過嘅去提醒你呢？請你同你嘅家人去分享，然之後再一次以呢個禱文去結束。